来关心土耳其航空一架班机昨昏对伊斯坦堡飞来台湾，伫半路去拄着乱流，当时空服员正在送餐，因为伤害啊，所以餐点嘛拢落落去，乘客嘛拢有错一条。飞机顶200多人，有4个乘客和2个空服员有受伤，其中有1个人伤势较严重。机舱内底路苍苍，餐点甲乘客随身物件落甲规世界。整个外套都毁了，全部都是餐点。哦天哪！整个我的脸上都是餐点，还有我的头。哦，还好没事，太恐怖了。航班拄着乱流，一日把所有飞行器的餐点拢飞起来，未少人身躯甲衫拢捌着食物甲酱料，就连椅仔甲天棚也拢捌着咖啡甲饮料。突然之间就遇到乱流，然后就直接垂直上下这样，所以所有的餐点就直接往上飞，像咖啡什么的都直接洒在身上，跟洒在那个机舱的上面。这架土耳其航空编号 TK14班机，车高为伊斯坦堡飞来台湾。原本尾暗5点55分会降落桃园机场，飞行过程原本拢正正常，暗过伫4点外，煞雄拄着乱流。飞行机上下海甲真厉害，桃机接到通知，马上出动救护车甲医疗人员到现场等。班机降落了后，进行检伤甲急救。这架班机有214个乘客甲17个机组人员，乱流造成4个乘客甲2个空服员受伤。后面嘛惊到。哦，你哪里受伤？就这边呢，这边呢，这边有伤啊。其中一个乘客伤势较重，互救护车送到南口中等病院治疗。好在在其他乘客拢无啥要紧。后续机场公司会照会案事件处理原则，将报告送到民航局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